咱德音谈到来甲咱勉励，伊是咧讲路上的光。咱永和教会亲爱兄姐，大家平安。我是路上教会的传道今仔日代表路上教会来到咱永和教会来请咱报告，为着路上教会要兴建教育馆来募款。真欢喜，咱会当做伙礼拜。虽然今仔日天气真冷，总是来到咱永和教会，感觉真温暖。毋那咱人真多吼，会当做伙聚集，会当做伙敬拜上帝。听到咱上联团契圣乐队的歌声，吼，佮有咱早起的时阵，咱做伙敬拜上帝的歌声，我感觉讲咱教会真正真有活力，真温暖。另外来到永和教会，嘛，互我感觉真温暖的是，伫遮拄着真侪熟悉的人吼，包括我的职工调壁，佮有拄仔来吼，我就拄着几个青少年甲我拍招呼吼，因为咱教会的青少年。伫去年暑假有一个福音队去到路上教会，有真侪青少年甲我拢熟悉。我嘛有印象真深，我伫大学的时就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大学的朋友是咱永和教会出身的，叫做维伦，李维伦伊即摆伫美国嘛吼，对。所以我来到永和教会，拢互我感觉吼真温暖安尼。早起嘛拄着一个甲南投教会真好的兄弟吼，嘛甲阮拍招呼，实在真欢喜，咱今日会当做伙敬拜上帝，嘛真欢喜，咱永和教会愿意接纳路上教会来遮募款，咱伫圣诞节之前安尼欢喜做伙来敬拜，咱嘛搁一摆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吼。主安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世间，带来互阮盼望，因为你。为阮死，才互阮得到新的生命。主，你是牵伫阮儿女的上帝，阮着搁一摆伫主你的圣日做伙聚集来敬拜你，求主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芳芳的祭。求主上帝你来看顾阮，阮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分享，阮讲的人、听的人，拢慢慢得到对你遐来的恩典。阮搁一摆安尼献上祈祷，感谢你圣神来带领，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来先要问大家，咱敢知影路上教会伫倒位？我想可能真侪兄弟知影吼，因为伫咱彰化中会，不过拄好离咱教会真远的所在吼，咱永和教会伫彰化县的东北边，路上教会伫西南边，伫二林。搁较外海边的一个小小的农村，有偌庄卡所在吼，甲大家讲，阮遐无7，阮迄阵无7-11啦吼，安尼就知影有真庄卡的所在吼。所以嘛真欢迎咱会当去到路上教会随时会当来去路上教会参观啦。总是毋通经像今仔日即款天气，袂真寒吼，迄边风真透，欢迎大家随时会当来。像咱青少年伫去年暑假嘛有一个福音队吼，大学队来去到路上教会，随时拢欢迎咱兄弟做伙来路上教会。伫上头前，我要用一个影片来分享阮路上教会最近在做即个子童事工的部分吼，子童宣教的事工。请东港帮我放一个儿童事工的影片。这个影片短短大概3分钟，咱会当来看内面的相片。透过这个影片，咱会当简单了解路上教会子童宣教的事工。这个是功课陪读，就是学生囡仔因下课了就来教会做伙写功课。煞食暗时因就做伙伫教会食暗顿。因嘛爱摒扫家己的环境，整理家己的教室，学习做厝内的代志。这个是阮上重视的一个部分，品格教育。其他透过圣经的故事，教导因信用的道理。其他阮嘛有阅读的教育吼，
亲子的教育。这个是奖状，像因若有进步，奖状会拢搭伫顶面鼓励。后壁则一寡在地活动，体育的活动，还是音乐的活动，音乐的课程，做点心的课程，这个建辉的课程，电脑的课程。这是自己一个皮科医生去到路上教会替这囡仔检查因的喙齿，而且嘛治疗因有需要治疗的囡仔的喙齿。线食下面是一寡寒暑假还是赢过活动的相片，这是寒假电脑赢。这庆生会吼，我一年敢若办一届，1月到12月学生大家做伙庆生。这是去年暑假的活动，这是音乐盒，音乐盒餐厅邀请咱教会囡仔去。这个一个剧团来到路上教会演出。这个活动是囡仔上爱的，耍水打水战，耍甲规身躯湿漉漉。一家一菜，一个家庭出一项菜，做伙煮餐，做伙食饭。然后食饱饭就亲子课程，算起这是年底的时阵，圣诞节报佳音，报佳音，阮去到真侪需要的家庭，也是讲这小朋友因的家庭来报佳音。大家拢一直在看荧幕意犹未尽，想要继续看。唔知咱大家看到这个影片内面的相片，咱有啥物感受？唔知咱感觉内面一个囡仔感觉怎样？我想咱拢看甲真认真啦吼，看到哇，这囡仔这幸福，会当遮尔济活动吼，拢安尼笑眯眯，真欢喜。我嘛家己嘛真欣赏这个囡仔吼。那细汉时啊，安尼有遮侪活动吼，会当过了遮尔趣味，实在真好。总是毋知咱敢知，遮个囡仔大部分拢是弱势家庭的囡仔，弱势家庭的囡仔。啥物是弱势家庭？有的是单亲，干若剩老爸咧带一个囡仔，还是干若剩老母咧带一个囡仔。有的是隔代教养，就是讲。爸母拢出外工作，也是爸母有的是，阮遐有的是互关吼，也是讲过身啊，所以剩阿公阿嬷咧带一个囡仔。有的是咱讲外籍新娘外籍配偶的囡仔。这个囡仔咱一般就甲称作弱势家庭血统，就是弱势家庭的囡仔。这个囡仔因为家庭的环境较无好。所以常常因伫学校要对人功课对袂着，咱一般的囡仔等于爸母教咱读册，总是，这等下再放。总是咱遮个弱势家庭的囡仔，伊可能转去到厝呢，伊问伊的妈妈外籍的妈妈，煞无法度教伊写字，无法度教伊读册，功课就变无好，功课变无好，会安怎？伊就无爱去学校。功课愈来愈歹，自我形象嘛变无好，人际关系嘛变无好。我想咱听这常常听到讲，有诶，咱讲遐路漫吼，也是无道诶，咱拢会讲哇，这海线来诶。阮路上到尾就是海边啊，较外海边诶农村。阮有当时感觉真冤枉，啥这个囡仔就是歹囡仔，毋是因歹啊，因无一个好诶机会，有好诶学习。因厝内的人无法度教因读册，因对袂着学校的进度，因人际关系变歹，因自我形象变歹，就无爱去学校，无爱去学校变做咱所谓中辍生。无去学校变中辍生了后，大家咱主流的社会甲排斥，伊要安怎？当时的乌社会，
还是讲遮个中辍生的大哥哥大姐姐，甲因扭的是，就走入去一个无好的方向。所以我常常教会陪读班的老师分享，甲因讲，咱即马在做的遮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咱毋但在陪囡仔读册，咱相信嘛在减少社会一寡治安的问题。后盖遮个有可能变做无满的囡仔，即马因为伫教会，因会当好好读册，对着进度爱去学校，因就变做好的囡仔。路上教会陪读班，伫安尼就势的庄脚所在，带来互遮个囡仔真大的愿望，互因对未来有希望，互因对未来有一个正式好的出路。去年有一届一个故事一个经验，则互我感觉讲，原来即个陪读班对遮个囡仔来讲遮尔重要。去年有一届伫国中陪读班在上课的时，咱陪读班国小的囡仔较大汉的就变做国中即几年阮有国中的学生。咱在座可能嘛真侪人拢做老师也是我知影咱有迄个彩虹妈妈咱去学校教小朋友，甲因讲故事。咱拢知影囡仔人读册就是无爱写字伫遐写字，伊叫伊写字就是开始甲边仔讲话无就传纸条。有一届上课的时，国中的老师就伫遐讲，那大家拢遮吵就伫遐咧骂讲，不要讲话，莫阁讲话爱点点读册。结果过无5分钟，大家阁继续讲话老师阁话讲莫讲话大家点点。过几分钟，囡仔阁开始讲话即个老师真生气，伊气到就甲遮个囡仔讲，伊就生气讲，无咱规气陪读班关起来你转去厝里家己读册，我嘛会好安尼用，毋免伫遮来了精神，阁了时间。伊就安尼雄雄甲骂出来。结果遮个学生听到即个老师安尼骂，煞惊着咧，就随时开始从主厝开始认真写功课。结果咧，遮个学生内面有一个女生，国中2年的女生，伊尾仔就走来找团导找阮讲，团导，迄老师咧讲的是真诶还假诶要甲阮陪读班关掉安尼。我就知影讲，即个囡仔真正互老师安尼惊着即个学生伊甲我讲，团导，阮虽然来遮会讲话毋过千万毋通甲阮陪读班停掉，因为我虽然来遮哪讲话，阁会哪写字无若无伫遮，我可能就出去乱踉我伫庄头黑白走我即马可能早就变做落寞伊安尼甲我讲我才知影原来即个陪读班对遮个囡仔来讲遮尔重要。伊毋但互因会当来遮写字，毋但会当互因伫遮有一个温暖的所在，有暗顿通食。搁较重要，因来到遮，因就无黑白走，因就会当正常来学习。即个陪读班互囡仔带来真大的希望。我分享到遮，咱兄弟可能感觉真奇怪，毋是讲要为着建教育馆来募款，是安怎？但你拢一直在讲儿童的事工。这是因为儿童青少年，阮的陪读班的事工一直在发展，尾仔才发现讲，阮的教室真正无够起来，阮才开始要去教育馆。伫今年8月底的时阵，阮教会举办一个新的学期的说明会，9月要开学，8月底就办一个说明会。伫迄天，家长、小朋友来，总共报名的人数超过阮的想象。伫迄天，负责的阮教会家园执事伊摕到迄个报名表的时，足欢喜的。总是另外一方面，伊嘛感觉足欢乐的，就走来甲我讲，团导，咱收到名单如讲安尼真好咱经理你会当开始新的学期。伊讲毋是不过，即马有将近要40个学生讲要入来咱陪读班。伊安尼讲，我嘛开始烦恼因为早前阮敢若有一个迄个本来是车库的空间整理诚侪教室。伫去年一顶学期30个学生伫遐读册，就已经闹哄哄空间就已经无够即摆伊讲报名有用要40个呢。
总是这个囡仔要来到教会，咱太会当家己负责。咱要怎样会当互这个囡仔拢来到教会？空间无够，所以阮才开始想讲要来去教育馆。空间无够，所以阮才开始计划，中即回才过去要来征收图书馆兴建教育馆。即个空间家用好，会当互搁较侪的学生做伙来到教会。因为咱知，互囡仔来到教会，咱毋若帮助因学习，帮助因成长。咱因互教会有彩虹妈妈去到真侪学校讲故事，咱毋是干那要帮助因成长，搁较重要的，咱要因传福音。互因来到教会，咱有机会因传福音，互因会当入捌耶稣，才是真正改变因的生命。批读班就是阮伫路上教会，伫路上即个庄脚所在上好囡仔传福音的方法。我分享一个故事，这互我真感动的一个例。有一摆差不多伫7、8月的时阵吼，有一摆阮教会吼，大家安尼小朋友大概逐工食饭食饱，因拢爱组织伫一个礼拜堂甲教室中间有一个细细的棚吼，因为迄个棚是南北向的，风伫遐吹安尼足凉。所以囡仔因食饱饭，也是讲下课，大家拢规定伫遐，伫遐算，伫遐讲话，伫遐开讲。有一摆我看到迄个巷仔底，安那就安尼吵吵闹闹，真闹热。我就想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我紧来看者。我就挖去遐看，哎呦，我看即阵囡仔咧演戏，咧搬戏啊吼，因伫遐咧演戏。那你有看卖因咧演啥物戏？你们有看卖因咧演啥物戏？赛德克巴莱，毋是啦，迄阵了袂演啦吼。因咧演啥物戏？因厝里吼，爸母拢在看迄个民视无就三立父与子，因敢在演父与子？毋是，甲大家讲，因咧演耶稣出世的故事。吼，一阵伫遐，恁三个查甫大汉的吼，恁做迄个东方博士，你做迄个耶稣的妈妈，吼，你做耶稣的爸爸，搁一阵咧细汉的哦。恁做迄个羊好啊吼，恁就遐羊妹妹安尼。好，我就伫遐看因伫遐咧演戏，伫遐咧比吼。我看了真感动啊，因为我看落去即阵囡仔，无一个是教会兄弟的囡仔，全部拢是遮个社区弱势家庭的囡仔。因为因长期来到教会，伫批读班做伙学习。咱拄仔相片内面有看到品格教育，咱咧因讲故事，咱咧讲的故事当然是圣经内面的故事，当然是耶稣的故事，当然是关系着信仰上帝的故事。当因看到这个故事，安尼大家听这个故事，信仰的种子就种伫因的心内面。儿童时间是上好传福音的机会，因为这个儿童因的心真柔软，是上好也种子的土地。我看到这个囡仔，因豆豆仔咧改变。因慢慢接受耶稣，期待这个批读班，期待路上教会，会当互因伫教会内面做伙成长，互耶稣来平息因的生命。这40外个囡仔，若要来到教会，对这个社区是真大的改变。因为伫阮社区唯一的一间学校——路上国小，咱敢知影伊学生有几个人？100人，100空外。40外个囡仔对阮迄个庄社来讲是真大的数目。开学了后，阁有真侪家庭伫讲因厝里嘛有需要的囡仔，希望阁一摆。阮伊是感觉讲，若是教室有够热，阮要互遮个社区所有的囡仔拢会当来到教会，做伙成长，咱就有可能改变因的生命。这是路上教会儿童的时间，因为儿童的时间，阮需要一个教育馆。煞在我搁要分享的是另外一方面的时间。毋知影咱我想咱大家应该拢知啊吼，伫庄脚所在，青壮年出去外面，所以村内上多是儿童，搁有啥物？老大人。所以阮自旧年开始，
嘛开始做老大人宣教的工作。煞招阁用一个影片向大家来分享，阮在做老大人事工的方式。请咱同工来放一个影片，同款是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这是庄卡的模样。真侪厝里稻饲鸡，是遮的物件吼。这是教会头前的大条路。教会边啊，真大间的庙。这是真侪老大人因厝里的日历的状况，厨房较垃圾，真简单。日历，庄卡老大人真爱挂日历，可能挂过的，但是大家拢停伫1月1号，无开来去变啊吼。所以，阮决定教会会当行出去，行入去遮个老大人因的家庭、因的厝内面，行入去因的生活，行入去因的生命，关心因、探访，听因讲话。这个是罗翔教会读经祈祷会的状况，真侪老兄姐做伙读圣经。我嘛替遮个老大人牛会啊。做简单的检查，这是拄好有中期有 PGI 医师、实习的医生来到罗翔这个社区因来做社区食物医学。阮就带这医生去甲这老大人因的厝内面检查因的身体，简单来检查因的身体，关心因啉食甲用药的状况。甚至有的老大人无法度去到病院，咱会当协助伊去到病院。送便当互因食，有的老大人无开力，无法度准备因的3顿，咱互伊有1顿通食，小小的1顿通食。替因摒扫因厝内面，因为真侪老大人行动无方便。骹手较无力，所以厝里较乱，咱会当替伊整理。咱伫遮个老大人的身躯，咱会当正做因的目睭，当因较无法度看的时阵，咱替伊看清楚；正做因的骹，帮助因行无法度行的路；正做因的手，帮助因做袂到的事；正做因的拐仔，正做因的支持；正做疼惜因的厝边。影片到遮，唔知影咱有啥物感受？伫庄卡真侪像安尼的老大人，因囡仔出外，所以剩孤一人在带。咱所谓的独居老人，孤一人的老大人，因踮伫厝无人照顾，因踮伫厝
可能三顿拢乌白食，常常是一碗白饭配一块酱鸡，就安尼过一顿。总是有的老大人糖尿病，也是讲一寡身体的状况，安尼食是真无健康，真无好。所以，阮才决定会当去送便当去关心因，替因做家事的服务。总是阮无用安尼做满足，阮即摆关心的老大人大概有20外人，而且个老大人中间，咱是透过去个家庭内面关心。总是阮期待有一天会当带因来到教会，因为咱知咱帮助伊的生活，敢若是互伊食会饱尔定，敢若是互伊环境较好尔定。真正要改变伊的生命，咱爱将伊带来到耶稣的面头前，互伊熟悉耶稣，互伊认识耶稣，互因真正得到即个生命上好的礼物，才是改变因生命的开始。总是路上教会即摆拄着一个真大的困难，这老大人因无愿意来到教会，是安怎？咱有兄弟若去过路上教会就知，路上教会礼拜堂伫头前。后壁，这是教育馆，这是教室。伫庄脚的老大人，因无爱去教会。我会记得伫今年6月份，叶秉汉牧师伫咱台湾真侪教会安尼巡回伫分享民俗甲宣教。伊讲一句话，互我印象足深的。伊讲吼，对这民间信仰的老大人来讲，教会就是耶稣庙，对因来讲，教会就是耶稣庙啊。所以因唔敢入来，甚至唔敢经过。伫阮路上遐，阮看到真侪老大人，大概即摆送便当，甲因真好的关系啊。就招伊讲有闲来教会行行，来教会坐坐。伊就讲不要紧啦，我就最近较无闲啦。我想讲你是咧无闲啥？规工伫厝里坐尔，嘛无对无闲。伊就会借口讲不爱来。尾仔才知影讲，阮来到教会，爱经过迄个礼拜堂的门，对因来讲是足大的困难。尾有老大人就甲我讲，毋免拿歹势啦吼，阮着迄个5府千岁啊，袂当去教会。阮着迄个观音的关公的是啥物妈祖的。因感觉讲来教会袂使啊吼，特别是爱经过迄个礼拜堂头前，行入去袂使，经过伊嘛感觉会惊吼，所以因较无爱来教会。我有一个期待，当即个新的教育馆起好了后，阮要伫礼拜堂的后壁，搁开一个新的门。即个教育馆直接通外面，或者老大人感觉讲，我是来即个社区活动中心啊，即个教育馆就袂输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即个老大人因就会当入来。咱即摆甲因有真好的关系，已经1年外，甲遮社区的老大人建立真好的关系。后摆因会当来遮做伙参加活动，咱就有机会因分享信仰的故事、耶稣的故事，咱就有机会因来传福音。这是阮深深的期待。所以当然，阮需要一个新的教育馆。听兄弟，伫今仔日从头到尾，我拢在分享基督也是老大人宣教的事工。这是因为我要强调，阮起教育馆，毋是要为着起一栋新的厝，也是讲要起一栋大搁好的厝来起厝。路上教会要起这个教育馆，完全是因为有宣教的需要。要向遮个社区的儿童来宣教，要向遮个社区的老大人来宣教。咱要向因传福音，带因来到耶稣的面前，咱才有需要一个教育馆。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我想咱所有兄弟拢真熟。耶稣和伊的学生上落尾的教示，上落尾的教导，就是教遮个学生讲爱。带万百姓怎样做耶稣的学生？咱爱带万百姓做耶稣的学生，这毋若早前的门徒伫讲遮个故事，毋若耶稣毋若遮个门徒伫讲即项事，相时嘛伫甲即马咱作为基督徒讲即项事。咱爱来传福音，咱爱来带万百姓，正做耶稣的学生。基督徒的使命，咱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带人来信耶稣。
咱每一间教会使命嘛共款，就是爱宣告、宣扬耶稣基督的疼，互万人拢会当体会，会当享受耶稣基督的疼。这就是是安怎要兴建教育馆，我有缘开遮济时间，咧介绍教会咧所做的事业。真做一间宣教的教会，这是路上教会领受对上帝遐来意向。相款，要兴建一间有宣教功能的即个社区教育馆，即个教育馆宣教教育馆，是阮要后一个阶段宣教上重要的工作。所以伫今仔日咱的周报内面，咱应该有看到咱的奉献地，嘛有咱嘛有迄个宣传的 DM 啊，可能无业着，袂要紧，咱会当看到即个奉献地，咱就知教会路上教会有真大的需要，阮要去做教育馆，阮预算是600多万，总是估计落了后发现需要800多万。这对路上教会，阮每一年的经商费无到100万的教会来讲，是真大的负担。总是阮无掠安尼诚做行行，因为上帝要互阮的使命，就是爱伫路上迄个社区来为伊传福音。搁一摆感谢咱永和教会兄姐，咱愿意接纳路上教会来请安来募款，互阮享受到对上帝遐安尼。肢体中间相听的一个感受。教会是互咱人认捌上帝的所在，教会嘛是互咱敬拜上帝的所在。总是教会有另外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就是教会是互社区得到祝福的所在。诗篇119篇105节安尼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每一摆我读圣经的时，看到这段经文，我拢感觉袂是上帝咧向我讲话咧。因为我若读华语的版本吼，路上同款啊，读起来拢是路上啊，所以我大概读的这段，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路上的光，路上的光，路上教会光呢。总是当然咱知啦，即句圣经的经文意思毋是安尼，伊是讲上帝的话语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咱行伫咱生命的道路中间，照光咱头前迄个灯，迄个光。总是当上帝的话语临到咱，当上帝的话语充满着教会内面的时阵，咱的教会敢毋是应该成做社区的光吗？路上教会期待会当成做路上的光，期待咱永和教会，咱所有兄弟嘛共款。咱期待咱家己成做咱身躯边的人，照光因的迄个光。因为上帝的话语临到咱，因为上帝照光咱，咱就亲像一支小小的蜡条，咱搁来照亮身躯。路上教会期待成做一个分享上帝话语，互社区得到祝福的所在。我想上帝设立每一间教会嘛相款，拢有伊的安尼的旨意伫内面。亲像咱永和教会，咱踮伫彰化市，咱做真好的事工，咱互真侪彰化市的学校得到安尼彩虹妈妈吼，安尼分享即个上帝遐的光的机会。路上教会相款，阮伫路上即个社区，伫庄脚所在，用庄脚所在的方式，期待互庄脚的囡仔会当大人，因为教会得到对上帝遐来的光。愿咱人人拢为主来发光。愿咱人人拢照光咱身躯边的人，咱参与伫上帝国的宣教内面。路上教会要为着上帝继续来发光，邀请咱永和教会所有兄弟嘛做伙参与着即个教育馆的事工内面，为阮来关心大岛奉献，互阮上大的支持，有份伫路上教会的事工中间。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咱做伙来祈祷。请主，阮的上帝，阮搁一摆献上感谢，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搁一摆提醒阮，愿来去传福音，互万百姓，愿来去分享上帝你对阮的疼，愿爱互其他的人嘛有机会来认捌耶稣基督。主，你照光阮，你点着阮即支蜡条，即支蜡烛，
阮嘛要用阮的性命来为主你来发光。不管阮是踮伫庄骹，阮是踮伫都市，不管阮是咧工作，阮是咧读册，也是阮伫厝内做任何的事，主求你拢用阮来做迄个为主你发光的基督徒。阮搁一摆献上感谢，求主上帝以圣神来照顾阮每一人，来互阮人人得到对你遐来的稳定。阮安尼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